来是台中这位乡亲，伫40岁到垦丁去佚佗，脚去互蛇夹着。伊当时想讲，这个蛇无毒无要紧，想袂到回到台中的隔天，规只脚是整甲像面具，赶紧来挂急诊。医生确认，伊是去互台湾5大毒蛇之一的苏联蛇夹着。但是偏偏病院无备用的血清，这医生赶紧坐东港最后一班的高铁往回台中台北，伫4点钟内摕到血清，救回伊的命。紧急就医的40岁男子，正脚整甲拿面具，而且这经血对小腿一直拖到大腿，愈来愈严重。很有可能当天晚上就会比较严重，包括多器官的衰竭，甚至呢造成栓塞，造成死亡。男子讲会去垦丁佚佗，正脚去互蛇夹着，当地病院初步判定是无毒蛇，消毒了后，等于台中，想袂到过长工正脚严重，正脚挂急诊。医师确定是去互台湾5大毒蛇之一的苏联蛇夹着伤，偏偏病院阁无一种血清，医师赶紧坐最后一班高铁往回台中台北4点钟来摕到血清，救男子的性命。最好是大部分的地区都有，虽然它很贵，虽然用很少，但是呢备而不用呢，事实上是对病人来讲，事实上是比较理想的了。看一关数建立抗毒蛇血清系统，这苏联蛇血清渡边地点就敢若欠中部地区，患者感叹政府拢无顾民众生命安全，若毋是医师及时坐高铁，谁会当对这条宝贵的生命负责？